癌新症就有5707宗，即係每10萬香港人口中就有大約78宗新增肺癌個案，而肺癌更加係致命癌症第一位。演過多部電影同埋電視劇嘅男演員柯煒林 Will 咧，最近喺社交平台度透露患上呢個肺腺癌第4期啊！佢就話咧自己已經係開始食緊標靶藥㗎啦，咁好積極去抗癌嘅，希望佢可以早日康復啦。但係其實點解一發現就已經係第4期嘅咧？所以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肺癌4期，話嚟就嚟。首先介紹下今日嘅2位嘉賓，分別有內科腫瘤科專科吳劍邦醫生、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客席副教授黃允琪博士。歡迎晒2位，各位觀眾，如果有任何健康問題想關注嘅話咧，都可以上到 Facebook 開 TV 健康關注組專頁，又或者 WhatsApp 嗰度留言俾我哋噶。先同吳醫生傾下偈啦。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肺癌有幾咁犀利，其實係咪有分好多種嘅咧？同埋即係喺呢個肺癌度，香港人係最多係患邊一種咧？咁其實咧肺癌咧有好多種唔同嘅類型嘅，咁可以話分做肺腺癌啦、肺鱗癌啦，咁仲有啲比較少嘅類型，譬如大細胞癌啦、小細胞癌啦，同埋神經內分泌瘤呢幾大類型嘅。咁全世界範圍嚟講咧，喺肺腺癌咧其實都佔咗大部分，大概佔咗70%嘅個案咁上下嘅係。吳醫生，咁肺腺癌嘅主要成因係啲咩嚟？而喺香港有冇話邊一族人係特別高危㗎？一般嚟講，肺腺癌嘅原因咧，都係因為有啲人成日長期食煙啦，可能二手煙啦，或者係啲空氣污染啦，吸入一啲油煙啦。咁亦都有一部分咧係屬於一啲基因突變嘅，即係話佢可能其實從來都唔食煙，亦都係生活係好健康，但係佢帶有一啲特別嘅基因突變咧，導致呢個肺腺癌嘅係。又問下黃博士啦，即係由中醫嘅角度嚟睇咧，肺腺癌咧有冇話係咩體質啊，或者係咩生活方式啊，點樣會容易導致有呢個肺腺癌嘅咧？其實咧，我哋中醫古代咧就唔會有肺癌呢個診斷嘅。咁但係以症狀嚟講咧，譬如《內經》啊或者《諸病源候論》咧，有去形容到一啲肺癌嘅病人，譬如講緊叫噴積啦，或者講緊肺積，就係講緊正虛邪實嘅過程當中啦，呢個痰瘀結喺個肺嘅位置，咁所以病人會出現咳血啊或者呼吸困難呢個狀況。咁中醫其實古代已經發現到有肺癌呢個診斷㗎啦。咁其實咧最近咧喺內地都有一個388人嘅一個研究數據。見到好多呢一啲我哋講緊高風險有肺癌嘅病人，譬如講緊食煙啊，或者本身一啲空氣污染嘅病人咧，發現一個痰濕嘅狀況嘅病人咧，原來比起正常人嘅體質咧，又高2倍有呢個肺癌嘅狀況㗎。吳醫生啊，咁肺腺癌初期啦，同之後嘅期數，即係好似4期咁樣啦，其實會有啲咩病徵？嗱，有部分嘅病人咧，可能會係咳嗽啦，可能長期咳嗽幾個月都唔好啦，咁可能係痰中帶血啦、消瘦啦，咁肺部容易感染造成肺炎啦。咁但係亦都有部分嘅病人咧係冇任何嘅徵兆嘅，可以係。咁好似阿 Will 咁，佢一驗就4期咧，其實係咪真係初期嘅病徵係可以冇㗎？呢個係都幾常見嘅，因為肺咧始終係一個內臟嘅器官啦，佢入邊啲神經線咧就唔係咁發達嘅，除非去到比較後期啦，佢入侵咗啲肋骨啊、肋間神經啊，或者係有胸目積水啊，佢個症狀先比較明顯嘅。咁有好多嘅病人咧，其實早期咧真係一啲症狀都冇。醫生啊，肺腺癌唔同期數咧，治療嘅方法有咩唔同㗎？大家都可能聽過有標靶啦，同埋免疫治療嘅，實係咁嚟講咧，標靶嘅同埋免疫治療咧，喺唔同嘅期數咧，佢哋都有一定程度嘅幫助嘅，都會係嗱。咁一般嚟講，如果第1期嘅肺癌咧，我哋咧就係用手術為主啦，然之後手術之後咧，可能咧個別嘅病人咧配合呢個手術後嘅化療或者免疫治療，又或者係標靶藥物。咁樣去減低佢嘅復發風險嘅。咁第2期嘅肺癌嘅病人咧，其實咧個醫治嘅情況咧，同第1期咧都係好類似嘅。咁去到第3期啦，咁第3期咧，我哋又分到3A、B、C 嘅。咁如果3A 期嘅病人咧，我哋又分咗2個情況嘅喎。咁有部分嘅3A 期嘅病人咧係可以做到手術嘅。咁呢類病人咧，我哋可以有部分咧可以考慮喺手術之前咧，先落咗免疫治療加化療嘅藥物，將個腫瘤縮細咗先，然之後再進行手術。咁手術之後咧，再進行一啲嘅鞏固性嘅治療去減低復發。咁另外亦都有啲病人咧，可能一開始咧就都可以直接去做手術，然之後術後咧又配合翻標靶化療同埋免疫治療嘅。
咁另外有部分嘅3A 期嘅肺癌嘅病人，或者係3B 期或者3C 期嘅肺癌病人咧，其實咧佢哋一開始咧係做唔到手術嘅。咁好多時候咧，醫生咧就會使用呢個叫同步電療加化療嘅方法去代替咗嗰個手術。咁啊做完同步電化療之後咧，術後咧亦都要配合免疫治療啦，或者係標靶藥物咧，去減低佢復發嘅風險嘅。咁去到第4期啦，咁一般嚟講咧，即係已經係擴散咗㗎啦，已經係。咁呢類病人嚟講咧，一般咧就唔需要一開始係考慮手術住嘅。咁一般都係以藥物方式去控制個腫瘤。咁藥物咧都有幾個選擇嘅。咁傳統當然以前有化療啦，但係而家嘅年代咧係講緊係精準同埋個人化嘅治療。通常咧我哋會為病人咧去檢驗一啲嘅基因突變。咁基因突變舉個例子可以有 EGFR 啊、ALK 啊、ROS1 啊呢啲基因突變。咁如果配對到呢啲基因突變咧，係可以進行呢啲相應嘅標靶治療去針對呢啲嘅基因嘅。咁另外，如果病人萬一係冇基因突變嘅話咧，亦都可以驗一個叫 PDL1 嘅蛋白水平。咁呢個水平咧，如果分數越高咧，亦都係提示個病人咧係個免疫治療效果咧就越好嘅。咁所以而家呢個年代嚟講咧，亦都唔係淨係電療同化療，有好多唔同嘅治療嘅選擇嘅係。咁黃博士針對唔同期數嘅肺腺癌啦，其實喺治療方面有冇啲咩唔同？嗱，其實咧喺2023年咧，內地咧出咗個肺癌一個我哋講緊內地嘅臨床指引。咁因為而家啲西藥咧，其實已經翻天覆地轉晒，咁我哋中醫師咧都緊隨翻西醫個腳步。咁其實咧講緊咧，我哋要有分兩個層次嘅。第一要先辨咗咧西醫個診斷先，即係要知道係咩肺癌。第二就要知道咩期數。咁跟住中醫咧就跟翻咧早期、中期或者晚期做個治療㗎。中醫就講緊咧要扶正為主嘅。就要輔助翻西醫嗰邊嘅同事每一隻西藥啦，咁去令到個病人咧可以符合做到嗰個效果。咁但係對於晚期或者中晚期咧，中醫嚟講咧，因為佢本身嗰個西醫嘅治療都唔同，中醫要分翻辨證論治去幫手啦。如果咧呢個病咧去到第4期啦，咁頭先聽醫生講咧就話主要係用藥物嚟醫㗎啦。咁中醫又會用一啲乜嘢嘅輔助治療去幫助啲病人，同埋點樣可以提升佢哋個生活質素咧？咁其實中醫師咧，第一要話俾病人知唔好驚住先，因為有陣時好多病人咧都想揾我哋就話想單純嘅中藥治療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同啲病人講清楚，就係話單純嘅中藥或者單純西藥呢個病上面咧就唔可以搞得掂嘅。咁所以啲病人要好清晰呢個角度。本身我哋中醫嘅角度要分翻頭先講緊唔同嘅標靶藥、免疫治療或者化療，佢嗰個副作用係點樣樣？我哋去幫病人咧辨證論治，做一個個體化嘅治療咧，先至會幫到佢㗎。兩位都解釋得好清楚。相信關於肺腺癌咧，大家仲有好多問題咧，想請教兩位。我哋休息一陣先。聽人講，男士1個月射精超過21次，可以降低患前列腺癌喎，係咪咧？嗱，其實咧呢個係根據一個哈佛嘅研究咧，佢追蹤咗大概3萬個男士嚇，佢追蹤咗佢嘅日常嘅生活習慣啦，同埋佢嘅性生活嘅頻繁次數。佢哋發覺咧，如果一班男士佢喺1個月之內咧射精多過21次，比起4至到7次嘅男士咧，佢哋的而且確咧減低咗前列腺癌症嘅機會咧，大概20%到嘅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咧，大家要知道呢個係一個觀察性嘅研究。觀察性嘅研究咧，即係話冇一個特定嘅因果關係嘅，即係唔係話一定係射精得多咧，你就會減少呢個癌症嘅風險。所以我哋泌尿科醫生咧都會建議各位男士啦，我哋要有正常嘅性生活啦，但係就要量力而為，唔好縱慾。因為咧，如果縱慾太多嘅話咧，對身體咧都會有受損嘅。咁所以千祈唔好因為想減少呢個前列腺癌症咧，而特登去有太過頻繁嘅性行為啦。經痛都幾困擾我㗎，我都算忍得痛㗎啦。但係經痛痛到幾痛先係算唔正常咧？經痛咧其實係一個好普遍嘅婦科問題嚟嘅。一般嚟講咧，我哋咧就會分為原發性嘅經痛同埋繼發性嘅經痛。原發性嘅經痛咧，意思即係話冇一個特別嘅婦科問題揾得到嘅。而繼發性嘅經痛咧，就即係話咧，我哋揾得出有一個婦科嘅病導致有經痛嘅發生啦。例如可以有一啲子宮內膜移位症啦、朱古力瘤啦、子宮嘅腺肌症啦、盆腔嘅黏連感染、
呢啲咧都可以令到有經痛嘅發生嘅。而另外咧，痛其實係一個好主觀嘅感覺嚟嘅，所以就唔使話真係要痛到咩程度先至去約你嘅婦科醫生㗎喎。只要你覺得你係有經痛嘅問題，其實已經可以去婦科醫生嗰度照超聲波檢查，從而揾出個問題所在啦。我右下腹自後腰劇痛入院啊，初步推斷咧應該係盲腸炎，打咗止痛針，冇做手術就出院啦。而家右腹仲有少少痛，係咪唔使理佢㗎？嗱，咁呢度問題咧，其實有兩個問題啊。第一就係盲腸炎係咪可以就咁用藥醫啊，唔使理佢啊？咁咧，我哋要睇佢個臨床診斷係點樣診斷出嚟係盲腸炎，因為臨床診斷咧就咁摸一摸咧，就好難確定佢係咪真係盲腸炎嘅。咁最得閒到最準確嘅咧，其實做個電腦掃描嘅。咁如果盲腸炎咧，早期嗰啲咧就我哋其實盲腸炎大部分都係建議做手術㗎啦，因為如果爆咗咧之後咧流膿啊，到時會引致腹腔裏邊啲器官黏連啊，或者膿瘡積咗喺度咧，咁咧要醫翻佢咧就時間會長好多。咁啊手術嚟講個風險同埋併發症好低嘅，所以大部分盲腸炎都係用手術治理嘅。咁咧就切咗條盲腸落去化驗啦。咁啊因為盲腸裏邊都有機會有 cancer 喎。咁2000個 case 裏邊咧，可能有一個咧會發現有個良性腫瘤或者惡性腫瘤喺個盲腸裏邊，即係唔一定係淨係細菌感染嘅。咁另外第二個問題啦，因為講到明可能啊，未確定係，咁咧都有可能係其他問題嘅，可能係大腸發炎啊，或者有啲病人咧其實係有個大腸腫瘤喺度嘅。咁所以如果你繼續係陰陰作痛啊，或者係有啲唔舒服喺右下腹咧，咁啊最好揾醫生檢查一下啦。最低限度就睇下需唔需要做電腦掃描啊，或者做腸鏡去睇清楚啦。對抗肺腺癌近年出現突破性方法，免疫療法、基因檢測後定製療法，仲有 AI 輔助精準治療。究竟呢啲療法點樣進行，效果又如何？